西屯有一间咖啡馆，饲10只的猫咪来做点猫，陪人客啉咖啡。讲因为有猫仔的陪伴，所以来这啉咖啡是真讨悦、真放松。规排拢是猫仔，真解活，阁会当甲因做伙耍。很多猫咪可以跳台，然后可以让猫咪的自由活动。那也有一些地洞啊，可以让猫咪做一些躲藏，让它们有比较安全感的地方。它们就是很亲人，就互动性很高。来到2楼，阁有专属鸟道，会当看到猫仔，才有10只天文鸟仔。其中这只缅因猫身价超过10万。猫咪的毛是非常细小的，所以有一些客人可能会过敏。那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会增加空气清净机。我们其实空气清净机的用处就是让整个环境不太会有猫毛产生。而且每一组人客会当甲猫仔互动15分钟，希望透过猫仔咖啡馆传达认养不爱弃养的观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